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港界。观众朋友，大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你看我后面，这是在草屯水沙连极高界所在水沙连99峰，这是倒位？这草屯啊！今仔日来找一位烹人饭碗了后，变做烹家己的饭碗。甲你讲，这人无简单，这个烹饭碗烹甲会出脱。 三个鉴定师，一个叫做水产环境鉴定师，一个叫做呢，炊饭鉴定师、调理炊饭鉴定师，一个叫做美食物鉴定师。嚯，真厉害！这大碗大饭桶哦，咱今日啦来找这执行长简锡宏先生来找大饭桶。 我睇下讲大饭桶实在是歹势啦吼，但是实在是食到变专家，嘛毋是啊，嘛毋是食尔。这人称叫做小马哥啦，是小马哥吼，其实姓简吼，简锡宏先生执行长。你即马咧做这个田间管理嘛，水产管理，啊，你这机器是啥物？阮这叫叶绿素剂啦，叶绿素，这种叶绿素的部分呢，是你切看嘛，咱水稻内底淡素肥的部分呢，看伊的肥料肥分的部分的关键啦，来做阮饲肥的一个参考的资料安尼。哦，氮肥的淡素肥啊，淡素肥。这淡素肥甲稻仔之间的这个关系是啥物？对咱来讲啊，第一要产量。 嘛是要淡素肥啦吼。第二，稻仔要生长的时阵呢，无淡素肥的部分呢，伊生长的部分呢，无法度生甲遮尔水，无遮尔。袂停安尼。对，袂停，袂大无，技术袂有够安尼。啊，所以先看，这差不多几工就会当来这应该差不多3、5工就会使来收啊。哦，所以咱来看伊个淡素肥。哦，哎呦，无问题啊，来。 4.3，是，阮的切规珠啊，看卖吼，都30.1，阮的切差不多3到5组的物件，啊，就切一个平均值，来切一个27.8，哦，敢若牛血鸭的，差不多意思。啊，敢落爱挑工找这较黄球的，免吼，咱在中边的所在吼，对，咱特长的部分呢吼，选较悬的后面的部分来用，2.8，啊，再用平均值28.3，28.3，啊，这是啥物概念？咱讲的就是叶绿素的浓度啦吼，伊的浓度的部分呢，就知影讲，这个肥料的部分呢，伫咱叶内底，伫这植株内底，掺偌济肥料伫内底，伊要甲咱讲的啊，咱咧就甲伊沟通的嘛是这个物件尔，所以也知影讲伊的肥料的多寡呢，咱来施肥的时阵，要用多啊用少的时阵，咱管理的部分。啊，这个平均值看起来是可以也不可以？伊这个平均值。 以这个平均值来看的话啦吼，伫咱这个水稻要收割的进前，这个度数呢，有较悬淡薄薄啊，啊，不过是 OK。啊，较悬的安怎？较悬的部分呢，米会较订单。哦，这味道。较低的部分呢，米就较软身，较好食。啊，但是嘛，袂当加袂使伤加。这数值啊，袂当加高。所以咱对咱来讲的话，想要看到啊这种时间的话，差不多25是平均是上好。数噶。 啊，因为这较产边啦，产边有。啊，那较产心的吼。产心就可能会较低淡薄，就咱的标准的范围。哎呦，这有差别咯。这有差。这有影人后来的哦，这真正厉害呢。是啊，所以说，阮需要这个机器来甲咱讲，咱种水稻有一个参考的依据。咱有这参考的资料的时阵呢，就会使知影讲，我施肥要施偌济落，我是要搁扣起啊，还是要放较济落？啊，所以施肥的部分进前。 要施肥进前，阮拢会去切一家这叶绿素，切看卖讲看伊的数字偌济了，无唔对。所以，譬如讲，咱咧野肥的时阵，产中野较少，啊边啊野较济，还是讲多多少少拢爱安尼，可以较平均。一般来讲爱野平均肥啦所以你要看到有的较乌的所在，就代表讲迄个时阵，飞轮机咧飞的时阵呢，可能遐有野较济淡薄。所以可以当来参考呢。对，所以为什么阮会要求讲，要技术咧飞的时阵呢？ 尽量用较平均的，
甲讲，一下参考，一下参考。所以吼，这种物件就是慢慢啊进步啦。一开始要求可能嘛，感觉后放落就好啊。啊，不过对咱来讲，经验值吼。对啦，这平均值的部分啊，做会好的时阵，你稻米食起来部分，不管是食迄块，食到迄块的部分，口感才会共款。这有影是科学性哦。另外还有一个机械，是叫做水质的吼。哦，水分。水分呢？嘿，去咱水稻这个吼，含水率偌济？哦，啊，佫会使试看卖讲含水率偌济的时阵呢，就知影讲，哎，咱当时来去挂稻啊是上拄好的时间。哎呦，这个未讲的，咱过来看卖。好，这个是什么机械？哦，这咱水稻啊内底，咱这稻谷的水分的部分呢，这个含水的部分含偌济？啊，含水多少，甲切的好歹食品质有啥物关系？哦，这有一个正比啦吼，就是我有研究过吼。挂稻的时阵水分啊，而差不多24到28度中安尼吼，伫这之间的话吼，伊食出来的口感呢会较好。啊，你若收伫28度、29度、30度的话呢，食起来米会较软心。哦。啊，湿度会较无够，啊，所以相对咱的不良的部分呢，未熟粒的部分就会较济。所以阮会希望讲，会关价了吧？对，无唔对，这就是咱讲为什么食饭的时阵啊，有的较甜，有的较软。就是关节了的问题啦。咱来试看卖来讲，咱这个含水的部分呢，大概含水率是偌济，就是使知影讲，咱当时要来挂稻啊。所以唔但是安尼做卡，你纯沾水啊，尔啦，纯掺水的水就是这啦。是，无咱来试看卖。好，来，咱来，咱就差不多摕中央的部分。中在。因为这是上熟的嘛吼，尾溜这顶端的部分上熟嘛吼。尾端这较无熟啦，所以咱取中间值，吼，中央的这一部分，嘿，中央的部分咱个出几条落，嘿，来出几条落，哈，哦，就中央这个所在，吼，用一寡落安尼，好，啊，过来就会使甲放落。啊，含这切啊，放落去。嘿，哎，安尼当这落。这有影啦，无说今仔要来脱角。对啊，因为这冰筋的部分啦，吼，所以阮尽量拢用切啊去做冰筋就好啊，吼，莫搁甲脱壳安尼，嘿，啊，甲这用好了。好，拢用入去了后吼，啊用好冰筋，用好满，啊有粒线无够呢，搁加2粒啊。咱这拢要用好满，用好冰筋。这小马哥这鉴定书也无简单呢。好，安尼落了后吼，咱个插入咱的刀内底。好。好，啊落去夹。嘿，落个银河破。银河破。嘿。哎呦，有听到伊啊，有听到声。凝化了吼，甲切看卖伊水甲水分偌济。好，27.4。哎呦，安尼差不多会使挂。嘿，会这会使挂。嘿，对，所以咱会出较济点的，比如说这库田内底呢，会出3点4点，来去看咱的平均出来是偌济。哦，袂使关键一个程度，啊就会使啊。对，嘿，啊所以尽量莫出啊上边的，上边的稻啊会较淡。水分的感较悬淡薄，咱尽量出较中淡薄。参新的吼，嘿，参新会较准，哦会较准。啊，无边仔部分，比方说你肥料加放过的时阵呢，伊水分会较重，为啥？伊成熟会较慢啦。嘿，所以阮尽量是我较参中淡薄来取样出来。所以咱咧讲安尼稻啊来成熟，啊就随落去。哦，用这较准。是，无毋对。啊，所以阮咧看熟度的部分，当然外观嘛看会出来啦吼。啊，毋过对阮来讲，就是尽量用一寡仪器的部分呢，来去做取样的部分。哦，我咧想到一项代志吼，咱今日这个温度差不多室外差不多30，差32、33吼。我知影若是不管是啥物作物啦，园仔内面吼，甲挂落来、收落来，拢是产田间热。啊，咱这尤其最近吼，这种热岛效应啦、热障碍、热障碍，这切啊敢会？哦，这一定有这个问题。咱安尼看吼，水稻啊，这个热障碍上普遍的情形变安怎？就是第一，咱咧煮饭的时阵，米拢变较细粒，较细粒去呢，口感就会无好。啊，过来是啥？过来伊吸水的速度会变慢，为什么较定身啊？较定单尔啊？哦，较定单了，吸水会变慢，所以伊吸水变慢的时阵呢，你也好浸的时阵浸无够的时阵，你煮饭起呢，关键粒就会差足济。哦。啊，所以为什么热障碍的部分，这个变做大家上大的问题？啊，另外一个热障碍，这带来上济问题是啥？咱讲的白粉质粒啦，白粉心啦。白粉心啦。这种米的部分呢，是算较歹的品质啦。煮落糊糊啊。对，食起来就无迄个口感安尼。啊，这种的比例嘛会变悬。
啊，所以热障碍的部分呢，要想办法克服呢，这个有几个方向嘛。第一，要品种去做改良。第二就是田的管理要安怎管理，会使个热障碍这个部分降下来。降低。这拢有秘诀会使做的。哦，讲到秘诀啦哦，咱下手哦，哇，更较精彩的内容哦，来看小马哥教咱安怎食米，你唔知影食米唔知米嘅。这认定症吼，米是米鉴定书，米是米鉴定书，这听起来拢是米，但是这三个证照有啥物不同款？这三个证照吼，有无共款的所在是第一个，是米鉴定书的部分呢，是针对米的品质的部分去做鉴定。这米的品质的好歹的部分呢，就靠这个鉴定书的部分呢，会使去把米的好歹分出来。过来这水产环境的鉴定书的部分呢，是针对田内底的这生态环境，水质，还有水质、土质，过咱的栽培技术呢。去考出来一个证照，过来这个调理炊饭，调理炊饭的部分呢，这个鉴定书的部分呢是教讲安怎煮饭，不管是细卡的电锅、大型的机器，像啊什么超商你用迄种机器，还是讲咱用铁鼎啊、铁锅啊啦、陶锅啊啦，这种要安怎煮饭的部分呢，拢爱去学起来物件。这经历单吼是。是倒一个？是10米鉴定书。10米鉴定书。炊饭的就是。炊饭的部分呢，米的部分就是，阮会先把米的品质测出来，就是10米鉴定书先测出来了后呢，甲调理鉴定书讲，调理鉴定书就知影讲，这个米质安怎，我水的部分安怎用，我火的部分安怎起，大概用安尼好。这会个影响伊要安怎处理？所以这先考出来了，再来考这。这东西无共款人呢，这恁公司的同事是，唔对，阮公司的同事来去考试的。少年啊开始会使接受这样的物件，互因啊，你20几岁、30几岁就开始接受这一部分。无咱这40几岁、50几岁啊，开始接受这样的物件拢伤慢啊。哇，我看还有这桃园课，还有台北的食品店。对，阮今年都好第一届参展。系啊，第一届参展。是啊。对，因为人客要求阮爱去一个啦，咱拢无爱去安尼啦。是。我甲你讲吼，即马还有吼，伊这手头佫真侪机器头啊，就是这3种鉴定书，要用什么机器来测量，有这个科学化，咱到底来看卖。这叫做味道。是，这味道机的部分呢，顾名思义就是讲米的好食的程度到偌济。这台机啊喏，会使甲你迄个美味层，就是上好食迄层膜的部分呢，高度偌济测会出来。观众朋友，恁捌听过米有一个膜啊？迄膜迄是什么膜啊？这就是咱讲的吼，你食起来你看日本米有啥拢较筋骨，看着拢安尼，油光迄种感觉呢。其实迄个膜的部分呢，高度呢，会影响咱的食起来的口感。食起来这口感的部分呢，日本人呢就甲伊量化。用机仔的部分呢，以一寡远红外线的原理呢，去测出来讲，伊这膜的高度偌济，测出来了后呢，甲伊拍一个分数，所以膜啊愈高，伊的分数就愈悬。膜啊较薄呢，伊这米的价值就较歹。膜啊的这个化学成分是啥物？膜的化学成分呢，就阮讲的啦吼，其实伊是一种淀粉糊化层。这种东西呢，不会被水冲掉，水冲袂去。不过伊嘛袂去任何物质给吸收。所以迄层膜呢，就乖乖的伫米的下口这层只安尼。所以呢，做起来的时阵呢，这层膜呢，袂去水带走的，嘛袂去米芯给吸味。这神奇的米呢？对。所以这唔那伊这膜啊，就唔那是淀粉啊，还有蛋白质。照你来讲的话啦吼，伊内底的部分呢，我们叫做亚糊粉层啦。就是咱的讲的这学术的物件是安尼讲啦吼。亚糊粉层呢，吸水了后，它会形成一个保护层，在咱这米的外围安尼。所以这层的物质呢，有当时会去哪，你加米加上杯就加无伊啊。所以米的部分食上杯是好吗？这无一定哦，无一定。所以有啥人讲米的部分呢，你也要食健康呢，要搁食好食，米袂使用上杯，无你干那食到迄个淀粉质尔，米也袂好食。量上去啦，所以这剩这什么质？这整粒质还是？美味质。美味质，美味质的就我们讲的味度层安尼啦。味道层啦。味道层，刷来这个机器咧，
哦，这两只机器拢较特别啦吼。这其实阮咧测的部分呢，就是测米的几个物件。第一，砍塑了后的水分偌济，哦，含水分偌济吼。过来蛋白质，过来就是咱讲的直链性淀粉。哦，这三个物件呢是米的主要的成分啦吼。米的主要的成分，阮测这要创呢，水分的部分也含伤大呢，米会变啊泡无好食啊。所以米的含大的水分呢，有一个科学性的数字，差不多我14度半到15度，这个米是上好食的。所以你若超过这个，你若伤悬，米放的时间会变较短，伊会歹哦，伊会臭气哦。你若含伤大咧，米食起来就泡就无好食。所以阮咧管理这水分呢，含大的测啊，大概是14.5到15度中央是上好的。哦，安尼下出来的米才是上好的，安尼吼。第二，蛋白质的部分的影响到啥？咱食米的这个订单的部分吼，你若蛋白质较悬，食起来就较甜。哦，米食起来你就刚好有一个卡伫牙口的感觉。是。你若蛋白质较低淡薄安尼，米食起来就较软心。哦，食起来较软 Q 的感觉，较走得出来。蛋白质。无毋对，嘿。过来自链性淀粉呢，影响到咱啥？就是咱食饭的时阵的黏性的部分的关系啦吼。你的自链性淀粉啊愈悬愈侪的时阵啊吼，饭食起来就无黏性，你会感觉无好料啊。黏安尼，唔知你食起来你会感觉较黏无好食啦吼。所以较鲜米就等于对，就像泰国米啊、越南米这种鲜奶的部分啊。米嘛是。对，无毋对，食起来就足订单的，无黏性，无好料也无好食啦。咱台湾人无适合食这种的啦。咱台湾人较食，点么黏性的，食到爱贵。对，你讲的感觉我加贵迄种感觉安尼啦。而且吼，你若小姐太太吼，要减肥的吼，嘛要注意呢。迄直链性淀粉吼，甲支链性淀粉吼，有诶较无法消化，我来推荐你咧食迄种吼，较袂消化，你点DGI 咯，现在这种。是无毋对。哦，所以这就是咱讲的讲，为什么阮咧测3项数字出来？来决定讲，这米的品质伫倒一个坎站。知影你的米的品质伫倒一个坎站的时阵呢，阮就知影讲，这米的部分要安怎分。哦，所以即个拢有科学的这仪器的部分，会使来测这米的品质。阮就知影讲，较好的米爱去放伫迄层，较一般的米就放伫迄层。唔通蓝做伙，嘛较好计数。是无毋对，嘿。哦，是。所以这种日本的机器，这种日本的机器。哪一个咧？哦，这个其实是搁较神奇的物件吼。米呢，一般来讲啊，吼，咱会分啥物脆米啊啦、水黄啦，还是讲白豆米啊，这物件啦吼。这台机啊呢，拢会使甲这个品质的部分呢，一个帮你吹出来。哦，这个脆米啊，超要占几趴？哦，白豆啊，超要占几趴？哦，水黄的着色粒、被害粒占几趴？其实这台机啊，拢会使帮你倒出来。哦，这台机啊，神奇的所在还有啥？就是伊的重量、伊的千里重偌济，伊的面积偌大，伊嘛会使帮你算出来。哎呦，所以这机啊足巧的呀，非常的巧。这么就敢若咱人咧大病院内面吼，规个人啊送入去啊 MRI 安尼，规个拢看。差不多就是甲你照 X-ray 部分的意思安尼。开始用的嘛是光学原理。用光学的原理。对，用光学。但是这种日本的机械哦。是。敢有通测台湾的？讲到这吼，这以前我嘛咧想这代志，你若会使用日本的机啊，日本的减量线的部分去测台湾米，其实我以前一直有这个问题啦。有观众朋友先了解哈，叫减量线。减量线无对。减量线这是什么意义啊？减量线的意思就是讲吼，大个品种呢吼，伊拢有一个曲线值啦吼。这个曲线值呢，不管伊蛋白质悬啊低的时阵呢，拢会一条线头顶咧附着。哦。伊啊超过的部分呢，就代表讲，这个样品是无准的，所以伊会伫这条线头顶呢，会互你知影讲啊，我的基准应该是伫这条线头顶，落差袂大。袂使超出迄个区间。无毋对啊！即届呢，阮甲日本的厂商合作呢，以前拢是用日本机啊、日本的减量线，标准，你测台湾米。阮后摆发觉讲，测起来数字无准啊。为什么？台湾米有台湾米家己的减量线啊。所以，阮就今年开始做一项代志，阮甲台湾米的减量线开始收集了，输入咱的机仔内底，互咱这个用的减量线的资料变做台湾米的这个减量线的资料来测台湾米，安尼才是标准的代志。徛是某种程度本土化啦。对，无对，咱这个就是要想办法，甲这物件适合伫台湾用，就是要本土化了后，咱这机仔的部分多出来物件才会愈来愈正确。
啊，你唔爱到处去人捧饭碗。无唔对，无唔对，你知影阮刚才收一项品种啊，大概要超过100区仓库啦。100区仓库是基本的哦，你收无共款的仓库的数字，来个减量线用起了才会使。哦，所以这医疗的意义啊，佫是一步一脚印的意义。无唔对，无唔对。哦，譬如讲，敢若草屯，你就要收偌济？对，无唔对，一个品种就要100个仓库哦，所以你200个品种上无要200个仓库。啊，你也收袂到这个部分，你要去外县市，你要去大个所在去收这个资料啦。哇，你买命！对啊，对啊，所以阮干那做这个代志吼，样品安尼规清的样品伫阮遮啦。我替观众朋友来问吼，咱建立了家己的这个检验线了后，会当替咱台湾米去做出什么代志，还是讲这就是甲介绍有关系，甲分级分品有关系？哦，这有2个较重要的意义啦吼。第一就是日本鸡啊，减量线的部分呢是7日本米专用的吼。即个咱甲台湾米的减量线用入去了后，咱要爱的代志第一项就是我要用品质的部分去定我的介绍。我的品质确定出来是偌济程度，比如蛋白质偌济吼，水分偌济，你的自然性淀粉偌济了，我会使决定你的介绍，安尼就会正确啊。因为以前测出来的部分有争议啦。啊，这个是尽量先入去啊，我讲我好食呢，安尼。无唔对，啊，这个也入去，安尼就拢无问题啊。哦，所以咱以后就会使分好啊，就是我以后拢介绍要来定价的时阵，我会使用较悬的介绍来你收啊。或者你这个12块的介绍，我嘛使来你收啊14块、15块，你品质有够正，无问题。哦，所以就变做行销商，咱的米咧行销顶头就唔是迄个形容词啦。是，有当时吼，你敢若咱台湾人吼。刚看了米讲2Q，敢若这2Q2字啊尔，以后若普及化了，那我会当甲你讲，哦，我这个蛋白质在做位，我这个淀粉在做位，淀粉起来，麸质做位安尼，弄头。无唔对，你就是爱甲数字化，咱才知影讲要互伊偌济介绍。但是数字归数字啦，还得食咧喙了才来准效。你咪看卖讲，这个数字好，啊煮起来吼，啊佮另外一个，佮头拄小马哥讲，煮安怎煮，嘛是一个学问哦。是，这嘛是一个正大的一个学问。哦，这调理美食，继续个看落去。今仔日是这料理到成啦，但是啊，嘛是差不多啊啦。即马要开始来洗米，是先替这小白吼问一下，小白就是讲唔捌入过这灶骹的啦。是。咱洗米到底要洗几摆？洗米哦，其实基本上唔洗到讲这水看起来拢无清，袂使洗到安尼啦吼。基本上洗米的次数大概3到4次就好啊。哦。不过洗米的速度爱紧啦。哦。袂使慢。袂使慢。什么？袂使你因为洗落的时阵呢，伊的杂质呢会吐出来在水上，就表面的杂质，你也无紧甲水倒掉。搁沉落去。伊沉落了会搁吸落去。所以洗第一届上重要，速度爱慢，轻，爱紧啊，所以你袂使拖伤久的时间去安尼。哦，来试看卖。好，来。啊，小等下，这个米真，这个米听讲真特别哦。是，无唔对。龙的目睭啊，对，龙的目睭就是目睭啦吼，足大坑的啦。是因为足大坑的，所以叫龙的目睭啦。哦，这是就够白白安尼。对，伊看起来呢无遐尔通光，所以伊有点仔浊仔性。食起来就是要有迄种有点仔黏性，佮袂互你感觉讲安尼伤黏啊，食起来迄个软 Q 的感觉呢，半黏半 Q。对，无对，就是要这种感觉呢。哦，这种。伊的特性就是免浸，浸过点都无好食。来试看嘛。咱咧洗第一头一摆哦，注意哦。记哩哦吼。好，来落的时阵吼，拉5控啊就好啊。好。安尼起来就好。第一届绝对袂使互表面的杂质佮吸入去。哦。所以第一届洗的时阵呢，要做注意这项代志。唔好洗伤久，唔好遐浸啥，弄唔免。哦，第一届水用过了，第二届咱就用过滤水开始来洗啊。用过滤水。第一届的时阵呢，主要就是唔爱有遐个杂质佮吸入去，所以咱用一般的水，紧啊洗就紧啊倒掉。过来呢，因为开始吸水吸较济，所以咱尽量用过滤过的水，吼，莫用一般的水来去做这件代志，较好安尼吼。哦，来，咱来洗第二届哦吼。
哦，赶快第二我这是北大陆鲁山人的信徒，我即摆要开始要信小马哥。哦，无，我跟你讲，好，第二届水，哦，安尼就好，安尼就好，好，过来，换第三届，哎，记得哦，拢唔好去遐戳，哦，慢慢呀。袂使安尼出，唔好像我洗衫安尼去遐润，哦，袂使人暖就对啦。米的部分呢，你安尼个烫的时阵哦，伊头顶迄个美味层层都有咧洗掉。哦，所以恁到时阵来食看卖讲，阮安尼做起来米有啥无共？哇，头先小马哥甲我讲哦，我若食到这吼，我就绝对也回不去了。哎，是。哎，啊，这摆就要洗较济。免，嘛是共款。哎，咱是洗第三届啊，对无？好，哎，记得哦，毋是讲个洗甲安尼，水啊清，毋是安尼哦嘿，洗米莫安尼洗哦吼。好，过来咱上尾一届就好啊吼。来，咱再搁洗一届就好啊，再来洗第四届就会使了。哎呦，看这安尼不洁的感觉安尼吼。我讲不洁，毋是不敬啦吼，就是讲看起来白落安尼吼。是无毋对，无毋对。哦，那咱搁洗上尾一届就好啊。而且这个毋是新米呢。无毋对，哎，这是因旧年收起来物件，所以这是旧年10月份收起来物件。一定洗到第4摆、第5摆啊。好，安尼就好。安尼就好啊。嘿，莫搁洗落，莫搁洗落，过来咱就是啊个内底水呢，稍微敲较大一下，吼，莫互伊水分的部分，嘛袂使伤大。哦，你尽量甲这水吼沥过了后，咱就差不多，吼，安尼差不多，安尼就会使了吼。所以小放一下，咱就准备要来甲放入去咱的鼎内底啊，吼。它多少钱的时阵是300。300。啊，洗了哦，爱加10%。哦，所以这以后恁就学到这步啊。你洗过了就是加10%的水出来啊。哦，10%的水已经叫吸入了哦，所以这专业知识，就我拢是安尼豆学起来。哇，呀，稳呢。是无毋对。好。啊，那煮的时阵呢？好，煮的时阵咱就要开始来准备啊吼。这米咱就差不多先放一个差不多1-2分钟过了吼，咱就来开始来倒鼎啊吼。咱接下来传咱要用的水。饭卡。咱的饭卡的部分要来倒偌济水落安尼吼。好，咱来传一下吼。好，一般来讲，阮的水的部分啊吼，阮会建议啦吼，水的增减的部分，当然新米的部分，水会使小减一寡，吼，减一个5%、10%拢袂要紧吼。啊，咱即个因为这米是差不多半年前因收起来物件，所以咱的水的部分用正常的水分就好啊。啊，咱正常的水分安怎算？咱来用重量的部分来算的时阵呢，差不多100公克的米，100公克的米，差不多120公克。125公克的水就会使了。所以我拢叫1.25啦。1.25。来去看讲你介意食的部分啊，爱食较软的部分，水就小加一寡。啊，你啊想要食较清淡淡薄啊，水就小减一寡。1.25啊，家己去调。对，所以1.25的部分呢，来去减，这是一个最好用的标准。讲以前拢用米克啊。对，以前拢用米克啊，其实阮这拢称重量啦。好，来咱来加水一下吼，来看咱即个要用的水吼，咱头拄300公克嘛，所以啊1.25倍的部分呢，差不多是375公克的水。啊，但是头拄这含水敢就爱算落去？嘿，其实拢算落啊。所以吼，你也要用米的部分呢，去决定你的重量的时候，有的人是安尼用啦吼，就是讲我加米加水，吼洗米过了加水落的重量要偌济，有的人嘛是安尼做，像一寡。超商的部分呢，因洗米是安尼洗无毋对，其实洗米落了因是磅重，或者讲因一鼎是7公斤嘛，上尾啊磅出来的重量呢，含水的部分呢，会到9.多公斤，其实因拢有算过，拢有算过安尼吼。好，来咱来用吼，375。375，够斟酌。啊，376嘛，安尼袂使哩。袂使去，袂使，几10公克安尼啊，弄扣一寡水起，应该就会使了。好，过来咱就来甲咱头拄滤干的米甲倒落。正常来讲，应该是差不多700亿啦，700亿。所以咱安尼会使得出一个结论啦吼，就知影讲咱安那去回推，咱头拄米是毋是300对无？300。啊，即个连这个水啊，头拄洗米的水呢，拢浸落了后，就差不多变做差1.3几倍，哦，这拢算会出来1.35、1.36左右这个数字，咱就拢算会出来。所以照理来讲，米甲
后尾上尾重量超就1.35、1.36，迄个卡达是上标准的。所以这米的这水比的部分呢，其实拢是有经过计算的啦。吹放科学拢有咧计算这物件。真简单，300啊1.25，加起来。对。1.36。嘿，差不多1.36。哦，会记的哦，吼。好来，安尼入饼入饭卡。入饭卡就会使了。这物件拢爱洗啦。爱洗过。爱洗过了吼，我用个打，安尼则袂有一寡怪味的部分的产生吼。好，安尼过来就会。你看米咧煮吼，顶头佮调一寡，搅一寡。对，无唔对。好，安尼用落了吼，就会使直接去咧煮就好啊。哦，就用一般的就好啊，免讲啥物煮偌久啥，因为这品质免真，所以咱直接切落就好啊。哎，互伊开始煮就好，嘿，弄免等，互伊家己去行就好。是。大概是安尼部分就完成啊。这差不多煮几分钟？差不多45分钟。45分钟。嘿。那就看。对我来讲，阮是家己真的对米有兴趣，想要食个好米。因为以前阮做工程师的时候，甲日本的工程师的交流算济啦。所以阮去日本出差的时候，发觉讲，哇，为什么日本的米食起来甲台湾的米食起来无共款？所以才去想讲，哎呦，这咁我就研究出来。咱拢知，咱做电子业有数字的部分会使做参考嘛。做米敢无？所以迄个时候才会想讲，这部分，后时间家己会想要研究一下安尼啦。我跟你讲，这是要创啊？唔是咧做恢复吼，要来擦膜啊。嘿，这是啥物物件？这吼就是吼切个烫壳过来吼。是。咱一般吼，像这已经收刮起来，菜起来了，还佫做啥物动作？阮菜起来了吼，爱做几项啊代志啦吼。第一，就是阮爱去先磅重，看卖伊的重量的部分安怎啦吼。重的情形者啊，去磅重嘛。磅重过了后，验伊的水分，看有合格无。磅重水分验了了后，就要开始做砍数啊。做砍数之前呢，爱先去啥？因为内底有一寡切刃，较长的切刃无清掉。还是讲一寡树枝啊，还是讲一寡杂草的部分呢，咱爱用拖网的部分去啊处理掉，再使入咧咱的砍收机内底。刚才你讲到一个字哈，切刃，刃是咱讲的稻杆的部分。切刃啊，所以这样学问真济，个连这个门啊，拢个除掉。对，啊除掉了后呢，爱早就入咱砍收机内底。入咧咱砍收机内底呢，开始干燥的时阵呢，才袂讲因为讲内底杂质伤济，结果互内底机啊塌去，也是讲干燥的部分的脱水率会变得无共去安尼。安尼才会顺啊。对，无唔对，嘿。吼，再甲砍收起来了，一般拢超爱几度的环境去砍收起来。基本上啦，因为砍收机吼，的温度吼，阮咧设定拢超到50度左右安尼啦吼。50度左右嘛，要看环境的温度啦。你若讲像这种天气较热的时阵啊吼，你环境的温度会影响到阮行车的速度，所以基本上呢，行车机内底的温度要比环境的温度搁较悬一点，早就砍数。无你若比较低呢，你拉甲会脆去啦，咱的切甲会脆去安尼吼。你去学的时候，你看，甲咱台湾的砍数，有啥无共吗？日本的砍数较复杂淡薄，为啥物要安尼讲是？日本的砍数的方法呢，甲台湾无同。台湾可能单车啊入哩呢，基本上只要这个砍数机内底啊满8成9成就开始砍数啊吼。日本无啊，日本入的时阵呢，先送风啦。为什么？送风要互伊均化啦。均化的意思就是互伊关机这水分的部分呢，较接近的，莫差伤济。才一体落去。嘿，安尼落出来物件呢，水分才较一致啦吼。无你啊一开始开火落的时阵呢，淡的会开始湿无唔对，毋过较大的部分嘛开始湿啊。两个扭袂活啦吼，这是台湾甲日本这个目前上大的差异啦吼。另外一份是啥？另外一个是日本的行车的时阵呢吼，因这个用的主材的部分啊吼，嘛台湾开始已经咧对啊。哦，日本较不爱用遐油的部分来烘啦，因拢用电啦，无咧用啥？无迄 UIV 嘿啊，无迄 UIV 啦，无咧用啥？用漆壳啦，用漆壳来当燃料啦。用漆啊？嘿，用漆壳做燃料来烘安尼啦，嘿。所以。伊较袂有一寡咱讲 UIV 衫安尼啦吼，所以日本这做的部分确实有比咱台湾较先进啦，嘿啦。而且这个物件拢是可利用的资源啦，袂讲安尼去用伤掉安尼啥，这拢是重复再使用。伊下出来这个恢复的部分呢，佫会使倒咧餐底内底继续使用。做肥料。系啊，做肥料所以这种价值悬嘛。
所以对咱来讲，我就感觉哦，因遮会使可利用的资源哦，足有的，足想会到这个代志安尼。哦，安像啊，今仔有学到啊吼，你唔通食米啊，知影米价之外，佮知影讲人是安怎对头前开始刷来，真正要带你来看哦，要安怎食米，要安怎煮米，哦，这才是重点，对不对？哇，要来开饭啊，巴肚都枵起来。好，来，咱来用最简单的方式哈。好，我们米饭的部分呢，用一小撮出来。胖的牛奶米。嗯。哦。好，我们用一小撮出来，一定会觉得有一种奶香味哈。哦，这牛奶米有够带真重的。好。而且哦，以早你掠这好米应该是顺白，但其实伊无呢。哦。小可滴碗，啊，这是啥物？这是咱讲的盐巴呢。哦，哎，盐巴里面加一点点我们提鲜的东西，哦，不用太多。然后再一些盐巴就好。哦，盐巴就好。我想这好。料理炊饭鉴定书是安尼做成的啦。啊粒，哇！你咪敢若咧做年纪哩共款呢？对唔对？咱用上简单的方式来做这个，好，安尼简单的念一个就好。哇！好来，哇！哦。鲜味哈，我唔敢要甲加破。啊，咸咸内面佫足甜的。这 Q 多。伊的层次感拢足好的。伊的层次感足好的。你真自然，你就豆豆啊食，豆豆啊拌呢。袂安尼买饭安尼。是无唔对，啊，所以食饭慢慢食伤紧，豆豆啊食，哦啊，等到你的血糖袂叫扭悬去安尼。哦，这个有研究过的哦。你啊，食饭的时间5分钟完成，甲20分钟完成，你的血糖值无共款哦，血糖值无共款哦。哎，所以食饭豆豆啊食。哦，真正是。群众啊，你无来真正拍算。拄着这大饭桶师傅。我头一摆我唔敢安尼剥落去，惊甲摊到病。对，咱讲喙齿摊好白，唔对。哦，啊，再慢慢剥。哦，啊，若白饭起来。嘿，会使的哦，来，咱来试看看。啊，比起来这差一角是对。啊，若这个饭吼，那一时食袂完要安怎？啊，阮的建议啦吼，放好冷了后，尽量甲放冷冻。放伫冷冻？嘿，莫放冷冻哦吼。放冷冻的安怎？放冷冻的水分会去一直抽走的哦。哦，啊，所以爱记你放冷冻，莫放冷冻哦。啊，若搁要再出来食，冷冻了。啊，用微波，啊，无就去吹过，伊的水的部分呢，伊的水晶体才袂去破坏掉，哦，保有它完整的那个水晶体这样子。哦，啊，白饭了。对啊，伊的适口性都袂歹，所以你若想要食搁较黏的呢，水会使搁较济，伊的黏性会搁较强的。袂，我感觉安尼拄啊好。是。尤其对这个脆干啊吼，会较咬出来。佮当裹一粒吼。对，迄个颗粒感哦，很明显。赞。这确实无够。哇，好，好食。好，小马哥，我甲你问吼，当然，咱重点有这个孝悌之心，这个徛山猪上学的米，之外，你这放几排？我以前了解，就是讲米的品牌性，就是讲我种的人，我一个品牌接拍起来，这是什么概念？其实阮做的部分哦，可能甲大家想的有点无同款哦。第一，阮会用品质的部分，品种的部分呢，去做我的无同款的品牌的物件，互消费者去选啦吼。因为有的人爱食有香味的，爱食蚵仔香的；有的人无介意食蚵仔香的吼。有的人爱食较清淡的，有的人要食较软心的。
所以一般来讲，你也无法度甲这物件分开的时阵呢，有的消费者食起来就感觉讲，哦，我这批食起来哪较差别？哎呀，啊后一批食起来佫无共款，时常有迄种感觉啦。啊，阮安尼做的方法呢，就是讲，把大品种的部分呢分开了后呢，就是你介意食较订单呢，哦，嘛有会使订单呢，吼，你要食较软心的，要食较黏性的，某这物件会当做选择。啊，而且是透过恁的技术，无唔对，不管是源头的这个园内面的管理，是，啊，甲这个调理、传授的技术，传授是啊，个其实阮即个有个加上一种新的加密的技术啦，这规台湾应该佫无人有啦。哦，这嘛是阮今年顶个月才去日本导入进来，适地好的物件啦。什么物件就是讲，阮即个还度调另外一种技术，互米呢会使佫产生另外一次后手，甲牛肉共款，牛肉会使做熟成。哇！米这个买使做熟成。哦，这华裔的讲听了耳朵会怀孕呢，哇，好性。所以这种物件呢，为什么我们用？是因为有的消费者就是买食到一种米的部分吼，伤软心。啊，阮有新的技术，用负离子的技术，会使甲米的定度的部分呢做调整，吼，会使做调整，会使互伊变较定淡薄啊，更较改来。嘿，会使个，所以这种我叫二次熟成。哦，这种的技术其实日本已经用足久啊啦。啊，不过你嘛知影日本人有当时就这技术吼，你要甲看薄。哎呀，伊就无啥互你知影这物件。啊，阮去年去看过了后，讲哦，这种技术用伫咱的餐饮业做好用。为什么？像日本来用寿司米，基本上袂使用新米，伊拢爱放半年过了后，才会使做寿司嘛吼。啊，有的人等无法度等半年啊，像这2年日本你欠米要安等半年啊，等甲拢无物件互消费者。所以其实因就用这套技术来去调整伊的软硬度。阮就发觉讲，哇，恁哪会使做安尼的调整？一般来讲做寿司，你用新米，这就一定失败啊。啊，不过后尾阮才发觉讲，哦，原来你是有这个技术，你才会使强调讲，哦，原来你做寿司，佫会使用新米。所以这其实对阮来讲，拢是甲这个品牌米的部分呢，用一个较无共款的角度，互消费者有一个新的选择。哦，即摆人其实吼要食精，无要食多啊。是啊。哦，所以会开会起。是，无唔对。所以你要互消费者一个无共款的选择。而且你要甲保证讲你的内容是真的是积极的，安尼才是对的代志啊。而且佫有数字，然后来做证，啊，才有通啊食得安心，食得有意义。是。哇，真正是吼，啊，刷来吼，大家一定真好奇啊！这三位一体啊，这小马哥，伊到底是安怎行入这个这条大饭桶的路？这个真趣味哦。继续来听落去。咱头就讲哦。这三位一体鉴定书也有3种，田间管理的啦，啊，这个叫做烹调炊饭啦，啊，佫一个叫做食味鉴定师啦，哦，这3个，你本队就是做这吗？哦，无啦，我一开始其实我是做电子业的啦，做工程师的。哦，所以你看到那新闻标题拢叫做科技新贵啊，再来转来这，但是你厝的本来就有园咧做。有啊，阮爸爸其实有咧种田啦。啊，你安怎来转是来接恁爸爸的手，还是讲无，还是什么？其实我无接阮爸爸的部分啦，因为阮爸爸就是家己几分地啊咧种安尼。啊，对阮来讲，阮是家己真的对米有兴趣，想要食到好米。因为以前阮做工程师的时候，甲日本的工程师的交流算济啦。啊，所以阮去日本出差的时候，发觉讲，哇，为什么日本的米食起来甲台湾的米食起来无共款？所以在咧想讲，哎呦，这咁我就研究出来。咱拢知，咱做电子业有数字的部分会使做参考嘛。啊，做米敢无？所以时阵才会想讲，这个部分，后时间家己想要研究一下安尼啦。你是本队就有这种研究的精神，譬如讲，我来人有个人讲啊，故事嘛会当安尼啊，去食沙西米，结果去掠鱼。啊，你是去日本出差，啊，就来做米。是啊，确实啦，因为对我来讲，我就想讲，日本同款是种米的啊，台湾嘛咧种米啊，啊，为什么台湾米食起来，甲日本米食起来气味的部分、风味的部分无共？所以呢，我超就是13、14年前，就咧去想讲，袂使这件代志，想要来研究一下。则想讲好，我就专工来做米的研究，啊，看要安怎互米，台湾的米甲日本的米的风味会使更较接近的安尼。啊，考证照这项代志，就是因为亲自研究了哦，袂使，这就爱去安尼做。这确实嘛有故事性啦，因为一开始伫台湾学的时阵啊，感觉学的物件，
感觉要连贯起来吼，有点啊，系啊，就感觉讲，哎，是毋是有欠什么物件安尼啦？啊，到尾透过日本朋友的介绍呢，就去甲这米食味鉴定师熟悉了后，就感觉讲，哦，原来有遐尔啊侪课程会使去考，所以才决定讲，好，安尼我逐项拢要来考看卖。因为考过了后，才知影讲咱家己的水准伫倒嘛，毋管有过无过安尼啦。啊，所以迄个时阵，因为我本身毋是读农出身的，我是读电子业的出身的，啊，所以相对的就是讲啊，好啊，爱来去遐共学啦。所以确实伫迄边的部分开袂少时间伫日本学这物件安尼。哇，啊，这用了偌侪时间安尼？哦，坦白讲呢，我一开始我看你的鉴定是上后尾一个这个炊饭，迄是上后尾。是无毋对。这差不多经过有6、7档的时间。对，这差不多6、7年的时间安尼，豆豆就开始爱得家己煮饭啦。我上济时间吼，一工会使煮20、30鼎啦。啊，煮出来饭呢，就是为着要食迄1、2喙尔。啊，食1、2喙了后，你这物件你袂使量上，你要想讲啊送人食，试看卖会看安怎呢？嘿，所以确实要学这物件，确实家己开袂少的时间，开6、7年的时间要学起来啦。我讲这大饭桶就是安尼，但是哦，你唔通讲哦，这大饭桶唔是热气啊哦。即卖这个米哦，台湾米会当出口去日本的，拄好这个卡头啊，日本这个欠米。是。啊，咱是什么机缘去到日本？听讲头两个货柜拢拍远去。啊，是啊，无毋对啊。你讲到这吼，确实有点仔见效啦。为什么？因为阮出口米的部分，阮是为去年第一季的时候就开始咧运作这件代志啦，就是想讲，我要真个出口米，因为台湾的米有点仔贵济嘛吼。想讲这贵济的米啊，想出口会使增加咱的这收入的部分，阮就咧想讲咧这件代志。所以阮连日本用的药甲台湾的用的药啊的分辨的部分，我拢甲分开，就是为了要出口的物件，我拢全部用日本药啊去做管理安尼啦吼。啊，去管理了后呢，才决定讲，哦，安尼就安那做。啊，到尾啊，你要做出口的部分，因为无师傅你带啦，啥物物件拢爱家己来啦，爱东问西问，安尼四界问来问去，才知影讲，出口的部分要安怎做安尼啦吼。啊，确实一开始2季吼，对阮来讲真的是经验啦。为什么？开钱有经验啦，因为你已经甲日本人讲好介绍啊，你袂使反悔啦。啊，阮差别是啥？就是关税的问题啦。关税了后就知影讲，哦，原来这关税的部分，咱其实就拢啊。互日本人因去处理就好啊，互日本人因去处理这个代志就好啊。啊，其实咱就做轻松的，咱就报咱出场的介绍，啊，偌济互伊安尼就好啊。啊，其实阮后尾发觉讲，安尼才是对的代志啦。哦，但是这台湾米去了，敢有品质？因为要拍转去日本安尼，我其实嘛心中啊真大粒。是啦，确实啦，要做这件代志进前呢，阮其实有咧想几项啊代志啦。第一项就是，什么品种？的量才会济，因为阮刚才想要做单一品种，无想要讲唔知这什么品种收出来互日本人。为什么呢？因为食起来口感才会共款啦，袂有关价量的问题啦吼。第二，嘛要考虑到讲，什么品种伫咱台湾栽培的面积上大啊，稳定供应。对，啊稳定供应互伊，袂使断货啦。你讲咧，敢若收迄100-200吨的物件，啊人咧爱几千吨的物件，袂付起。你袂付起啦，咱无法度做这样，所以要选咧。面积上大的品种来去做这个代志。哦，所以才台南在意。就是这是选台南在意。第三是啥？品质的时阵袂使输日本。哦，这阮为什么最重视这件代志？就是阮去年一期种起来的物件，种起来了后，阮就送几个农民的物件去日本的一个叫做炊饭鉴定研究所去鉴定咱的米的等级伫搭。啊，因米的等级安怎分？分特 A 级、B 级，又分5级啦吼。伊本身5级的部分呢，阮就想要知影讲，咱台湾米到底去验证出来诶什么等级？结果好，结果阮真的摕到上关级，特 A 啦。哦 ，A plus 哦。是无毋对 A plus， 所以是因为安尼了，阮才讲哦，安尼咱应该有信心去出口这个物件。啊，果不出其然啦，阮出口去日本的物件呢，得到大家一致的好评。只要食过阮的米，也是讲唔爱。无甲阮做生意，食过阮的米，拢会来找阮讲，为什么你的米甲别人的同款，拢11个物件食起来拢无同款？哦，这园的内面的管理是无毋对。哦啊，尤其是住宅，是用的这个住宅哈。唔对。你和观众朋友来了解一下，对恁的定义来讲，住宅是什么物件？
其实应该安尼讲啦吼，咱讲的主材就是讲这肥料啦，这药啊啦吼，我拢叫只要要使用伫产地最主要这物件，我拢叫主材啦。嘿嘿，是。我的了解是讲，这主材有的其实技术性无遐悬。啊，是，无唔对。是原料、原接原料来当用啊，比如讲粉末，粉末，啊，搁一寡柚壳，唔是咧，因为唔是咧金字塔油哦，是细矿柚壳，是无唔对。呢种微量元素，是无唔对。其实阮开始用这个主材进前啊，阮有去研究过土壤需要的环境是啥啦吼。其实即个安尼讲啦吼，台湾本岛什么影响上大？天气啊，天气会影响到咱所有的品质啦。所以咱这个米的品质呢，一年比一年歹。为什么温度愈来愈悬啦？所以百分之粒啊啦，吼，白豆啊啦，这物件愈来愈多，咱的米就歹食。所以阮去研究讲，这分母的部分，什么款的物件会对咱田内底的部分呢？对这热障碍的部分呢，会使抵抗以外，会使互咱土壤内底补充这元素，佫会使互植物的吸收的部分，佫较健康，佫较勇健。所以我去找到一寡真特别的主材，来用到咱的本土的产区内底的时候，发觉讲，哇，原来台湾的一寡主材，真尔适合咱台湾的土地用安尼。嘿，所以这件代志，阮是感觉讲，发现这件代志了，阮会慢慢来佫去研究讲，哇，安尼台湾是毋是有佫较侪本岛的主材，会使用伫咱家己的田内底，比如说什么，咱一寡。我用的一寡切壳，米糠，这物件是毋是会使佫一个利用，来咱的田地做这微生物的一寡食物甲资材，互伊会使去衍生更多的微生物出来。其实我们拢咧做这个代志啦，所以这个物件拢是就地取材啦。这可能甲别人用化学肥料啊，还是去种有机的肥料来使用呢，是完全无共款的一个管理方式。希望哦，咱台湾人每一样拢变做大饭桶。是无？这会当哦，台湾米会当哦出国得金牌啊，A plus。是无唔对啦，所以阮的目标嘛是，逐年出国比赛时要摕金牌回来啦。好，尤其哦，咱要取到这日本的这个技术啊、科学啊普及化。这才是咱台湾人的精神啦。是啊，无唔对，所以我其实做欢迎这同业拢来交流。其实对阮来讲哦，我袂创什么技术、什么物件。有想要了解，阮拢做欢迎农民，也是讲这米商来甲阮交流，阮拢做愿意的。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新港界，今日就真不得了，我来遮吼认捌足多代志。咱个米会科学化、普及化，而且会当真正行入去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头脑。感谢。是，谢谢。